真係咁長噶？點解今次要嚟長城呢？秦國統一咗中國之後，做咗幾件轟動世人嘅事。當時秦國為咗防禦北方嘅匈奴，修築咗一條新嘅長城。仲有就係上次喺西安見過嘅兵馬俑。但係最意想不到嘅係秦朝完成咗神喺東方一個重要嘅計劃。你知唔知以色列消失十支派，其實就喺中國裏面。若果要了解整個謎團嘅來龍去脈，首先就要了解咩係神秘嘅以色列消失十支派。古時嘅以色列國由12個支派所組成，後嚟國家分裂，變成由10個支派組成嘅北國以色列國，以及由2個支派組成嘅南國猶大國。但係經歷咗短短200多年，北國喺公元前722年被亞述國所滅。另一方面，南國亦於公元前587年被巴比倫所滅。有趣嘅係，聖經甚至歷史均有記載南國往後嘅發展，包括國家重建，後嚟被羅馬所統治，再經歷亡國分散，最後奇蹟嘅復國，變成今日屹立喺中東嘅以色列。但係另一邊廂，由10個支派組成嘅北國被亞述國所滅以後，就渺無音訊，彷彿喺世上消失咗一樣。佢哋就被歷史學家稱為以色列消失10支派。到底咁大嘅一個族群，點樣能夠匿藏喺人類歷史之中呢？而家就讓我哋提供一個最簡單合理嘅解釋，就係我哋中國人熟悉嘅秦始皇焚書坑儒啦。以色列10支派組成嘅北國被亞述所滅之後，以色列人分散，經過印度等地嚟到中國中原一帶定居。10支派跟中國人通婚，完全融入咗神州大地。500多年之後，秦朝統一全中國，經歷咗焚書坑儒，關於呢一群以色列人東遷嘅記載都消失啦。以上聽嚟係一個非常新鮮嘅概念，但其實早有蛛絲馬跡傳流。第一，學者嘅不斷探究，就越發相信中國人、以色列人必然有着千絲萬縷嘅關聯。正如我之前幾次嘅任務提過，中國祭祀嘅儀式、中國早期宗教信仰、中國文字構造等等，其實都留下咗2個民族關聯嘅痕跡。若果中國本來就居住咗極大量嘅以色列人，咁樣之前提過兩者嘅吻合就唔難解釋啦。第二，歷史學家相信以色列人以及中國人都係閃族嘅後裔，既係同宗族嘅人種，以色列人融入中國社會並非難事。第三，目前喺中國河南省開封市內仍存留住一個猶太人嘅社群，係由北宋時開始定居於開封，亦係記錄保存得最完整嘅中國猶太人社群，稱為開封猶太人。其中一點令人嘖嘖稱奇嘅係，千百年嚟佢哋一直持守住猶太人嘅血脈，但係佢哋嘅外貌跟中國人完全冇分別。第四，喺開封猶太人嘅社區中，曾刻鑿過4塊石碑，其中亦有記載以色列人最早喺周朝已嚟到中國。第五，普遍現代人對以色列人嘅誤解，以為當時以色列人嘅外貌就如今日嘅猶太人一樣，融入中國社區應該有難度。但事實剛好相反，以色列係父系社會，只需要父親一方保留血統。今日所見嘅猶太人係經歷咗1000多年跟外族通婚後嘅外觀，當然跟中國人大相徑庭。相反，若果以今日開封猶太人嘅外貌加上同為閃族人嚟睇，其實彼此相容，至少外貌上並非難阻。第六，聖經記載上帝應許亞伯拉罕嘅子孫必多如地上嘅塵沙。若以今日嘅以色列境內猶太人數目嚟睇，無論如何都算唔上數目眾多。反之，若要形容中國人嘅話，卻絕對係最貼切不過嘅民族。回顧世界歷史，當我哋睇見2次大戰嘅時候，納粹黨對猶太人嘅殘害，加上歷世以嚟全世界對猶太人嘅逼迫，着實不難理解點解上帝用一個咁嘅方法，將以色列呢10個支派，亦即係絕大部分以色列人隱藏起嚟。今日隱藏喺中國嘅以色列人，今日居住喺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國嘅猶太人，彼此就好似失散咗嘅兄弟，
聖經啟示錄記載，末後日子，以色列消失咗嘅10支派會再一次出現，並且佢哋會跟其餘2支派聯合埋一齊，就好似兄弟相認一樣，完成上帝喺最末後交俾佢哋嘅使命。以色列12個兄弟竟然要分開咗2000幾年。當消失嘅10支派知道自己真正身份嘅時候，會點呢？我覺得人嘅每一個選擇都係影響緊歷史。當時以色列10支派嘅選擇改變咗以色列，改變咗中國。今日分散喺中國嘅以色列人，佢哋嘅選擇會再一次改變以色列，改變中國。